所有各地的莲友们，我们正国寺的法师，你们大家辛苦了。师父借用今天早上的时间来跟各位大家简单报告，我们的福报跟我们的业力啊，实际上是个人造出来的，不是说我一定要依赖某一个人给我才有这个福报。我所担待的罪业也不是别人给我的，也是我自己造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讲这个简单的公案来给各位大家介绍。过去啊，印度的波斯匿王啊，有一个女儿，名字叫做善光公主。因为她长得既端庄又聪明伶俐，所以皇宫上上下下呀都非常的敬爱她。有一天呢，这个波斯匿王呢就问公主了，他说：“你今天能够博得宫中大众的敬爱，是靠我的力量，还是你自己的因缘呢？”这时候善光公主她毫不犹豫的就回答说：“这是我自己的业力所感召来的，而不是因为父王你的力量。”不是哦。波斯匿王呢听到这个回答，他很不高兴，连续呢他再问了几次，但是想不到公主呢都是给予同样的回答。波斯匿王啊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善光公主呢就随便下嫁给一个年轻的乞丐啊，并且告诉他说：“你现在就试试看你自己的业力吧。”这个善光公主嫁给了这一位乞丐之后，她并不灰心哦。有一天，她就问她的丈夫说：“你的父母呢？”丈夫就回答说：“啊，我父亲呢，曾经是舍卫城里面最有钱而且最有名望的人，但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一场无名的大火，得走了我的双亲，并烧毁了一切的家当啊！以前的亲朋好友呢，都远离我们而去了，我只好流浪街头当乞丐去了。”善光公主啊，就和丈夫回到她父亲从前住过的这个旧宅院啊，没想到在地下，她却挖掘到大批的宝藏啊！夫妻两个人呢，都将宝藏变卖之后，便成为大户人家了。过没多久啊，他们将旧宅重建成内有许多亭台呀、楼阁啊，这种非常庄严的大宅院。这个消息呢就被密探得知到了，回报给波斯匿王。结果波斯匿王感到很讶异啊，于是他就去请教佛陀。佛陀就告诉他说，过去在迦舍佛的时候啊，有一位妇女啊，想用素斋来供养迦舍佛，但是却遭到她丈夫加以阻止啊。那位妇女呢，就恳求她的丈夫说：“我已经发愿了，请你不要阻碍我的发心啊。”她的丈夫啊，看到妻子她意志这么坚定，只好很勉强的答应了。那位妇女呢，因此能够顺顺利利的供养迦舍佛。当时这位妇人就是现在的善光公主。善光公主的丈夫因为过去世曾经阻挠太太的善念，所以过了好几世，他常常受到贫困之苦。然而呢，因为他后来还是答应了太太布施供养圣者，所以今世他才会因为太太而富贵呀。那么这一段的公案内容就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俗话说啊，大富呢是由命啊，小富由俭呢，要勤俭来的。人人都希望啊拥有很富贵的人生，羡慕有福报的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富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大富贵乃是由于我们过去世和今生广大的布施心和虔诚的恭敬三宝、孝养父母感召而来的。唯有透过我们
慷慨的施舍、谦卑和恭敬心来种这种富贵的因，才能享受到富贵的果报啊！这是你自己感召而来的，所以一点一滴都是在因果当中，丝毫不能马虎，也代替不得。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福报跟业力都是由你自己感召而来的。所以这个公案我们简单给大家报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警惕，而且要精进，不停的为自己创造未来这一种富贵的因啊，你要自己去创造，你要能够施舍，要能恭敬，自自然然，我们下一辈子就会满你所愿，日子幸福，很安乐。好，今天我就讲这个公案给大家做参考。阿弥陀佛。